片段啊！2010年10月10日係一個咁啱有3個10字嘅日子，百年難得一見嘅，所以婚姻註冊處逼滿咗一對又一對嘅新人，當中包括佢。9點40分，方健儀嘅花車抵達尖沙咀文化中心，落車之後佢顯得神色匆匆喎。小心啊，大家！塞車路先。原來比約定嘅時間遲咗10分鐘，之後馬上登記。方健儀報道新聞就聽得多啦，以下落嚟呢一句説話肯定係第一次聽到嘅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方健儀願以你同楚行為我合法丈夫。請新郎哥同新娘結頭衫。新郎哥笑到連子蓉咁嘅口嘅。方健儀喺婚禮一直保持雍容華貴，同老公一直十指緊扣。婚禮上除咗有好多傳媒朋友到場外，仲有專程喺加拿大趕翻嚟嘅馬時亨。一對新人好翹住手行出禮堂，十分溫馨嘅。尋日現場落住微絲細雨，仲颳起少少風，想同各位來賓影張靚靚嘅合照，就唯有喺後面做啲手腳啦。終於到咗最後拋花球嘅緊張時刻啦！邊個接到？原來係另一位主播鄭瑞文。靚掂，好興奮！多謝你啊！你啊你啊，係咯，攞俾你㗎，係啊，係咩？多謝晒，我承接你嘅幸福啦，真係。10月10日搭正10點註冊結婚嘅就係陳生陳太啦。陳生3個月前已經出動10幾位親友喺網上登記㗎啦。因為今日10全10美啊嘛，係啊，一個好人。咁有冇嘢同阿陳太講啊？我會愛佢一世，照顧佢一世啦。陳太冧唔冧啊？好冧。